这栋原本玉井国中的老师宿舍已经趴远10外栋，不过位伫公所的斜对面，除了位置好，阁有一大片停车的空地，加上已经半用予公所，所以等希望活化再利用，伫遮设立多功能活动中心。特别是导入山区的公共托育甲亲子幼儿园的资源。对此，立委郭国文听到在地心声，邀集卫生福利部、社会家庭署以及市府、民政甲社会等相关局处来会勘，积极向中央争取山区的社会福利经费。经过多方的协调之后，有这个土地空间之后，我们就争取这个建物。而这个建物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亲子幼儿馆、活动中心、妇女中心，还有公托中心。那特别是公托中心的部分呢，能够让更多年轻人愿留在山区，让整个区域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发展。而且是特别在地震之后的这个预警跟山区，需要更多的社会设施。二来呢，我们也面对台南有南科化的效应，也会外溢到山区这边来，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口愿意来入住山区。让整个山区的发展能够更趋平衡。面对山区欠缺托育资源的需求，更有适合的公有地，所以中央嘛表达乐观其成，只要市府拟定好计划，一定全力支持。社会局这边有去盘点整个山区就是包括玉井、南化、南溪还有左镇这4个行政区，它的一个社会福利的相关的设施比较缺乏，尤其是公托的部分，还有亲子幼儿的部分需要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合作，来共同来打造一个我们山区的这个相关设施的一个建立啦我们这些偏远或者比较靠近山区的这些民众，能够提供更优质的一个服务。所以在中央的部分，我们按照我们的既定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协助的，我们就一定会大力的一个支持。市府初步拟定5400万的2层楼多功能活动中心，加3500万的托育资源，希望中央甲地方合作，赶紧将经费到位。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